香港直飛桂林玩4日，2000蚊都唔使，包晒龍脊梯田、灌岩、漓江遊船，仲有春晚古村呢一個團，真係抵到爛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，中意影相嘅朋友，呢次我幫你揀個團，直接將呢個攝影嘅天堂龍脊梯田玩到夠。我哋係重本包晒景區嘅大門票啦，上落山換乘巴士啦，唔使自己爬山咁辛苦，輕鬆睇盡層層疊疊嘅梯田風光，隨手一拍都係 wallpaper 嘅大片啊！當然仲有世界溶洞之冠灌南咧都唔會放過，精雲觀光電梯啦、峽谷列車啦、電瓶車全部包晒啊！深入地底溶洞睇七彩奇觀，大人細路睇到眼定定。仲有央視春晚嘅古村有戲拍攝嘅東離古村，包埋入場券啦，仲有感受呢個桂北古村嘅韻味，行下古巷睇下非遺嘅手藝，體驗感拉滿晒。食住方面同樣有保證，一晚溫泉酒店可以浸一浸溫泉放鬆下，2晚5星嘅酒店特別安排呢一個桂北最高禮遇大戶人家嘅家宴，當然仲有全程香港領隊隨團出發，當地仲有粵語導遊，溝通零障礙，唔使驚聽唔明啲普通話，玩得放心又舒心。記住啦，係2000蚊都唔使啊！電話熱線250168，快啲打嚟留位報名啦！仲可以去我哋嘅各地分行嗰度查詢，想了解更多嘅資訊，記住點讚、追蹤、加關注，多謝。